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日日春539的频道。买菜粿做公益。6月22拜一，日日春开出抗疫国旗。6月20，顶礼拜六，日日春开出1亿。历史双专车最佳尾数开箱1尾，开箱4尾，即马一只开始来公开。6月24拜三要公开二种衣和国旗，互线顶朋友做参考。这版二种衣是6月初9开始，版头2期1摆，固定第4期减21和加3下5期要来出二种衣，25减21和加3 1、2、3、4、5下5期用控数28开28。29减21和加3 1、2下5期用08 32开08。34减21和加3 1、2下5期用13 37开13。25减21和加3 1、2下5期用控数28开28。第4期28減21和加3 1、2、3、4、5。下5期就是咱6月24拜三要用的07、31二种衣。这版国旗是4月初1开始，10第2期下6期開國旗，10第2期1、2、3、4、5、6下6期開06國旗。10第2期1、2、3、4、5、6下6期開06國旗。10第2期1、2、3、4、5、6下6期開06國旗。10第2期1、2、3、4、5、6下6期就是咱6月24拜三要用的06國旗。這版2連拖的國旗是5月初5開始，08下2期拖01，01的下4期開國旗，08 1、2下2期拖01。1、2、3、4 01的下4期開12國旗，08 1、2下2期拖01。1、2、3、4 01的下4期開12國旗。08 1、2下2期拖01。1、2、3、4 01的下4期開12國旗。08 1、2下2期拖01。1、2、3、4 01的下4期就是咱6月24拜三要用的12國旗。感謝收看。